卢医师他为什么会弓浆虫会找到癌症的转移？当时是怎么转折？是用什么发现的？就是那时候就是很多检查，然后之后要照很多检查 X 光，X 光也检查，然后就看到有那个点点，点点还是结节？就是白白的点点。后来就那为什么没有想到会结合？你们越南应该比较多。可是没有会结合，我有验结合。会结合没有？然后之后他就安排我去照那个断层。对。那看到有肺部有肿瘤。对，没有，那时候还没有看到，结果看到 CT 有很多就是结节的。然后做切片。对，它是癌细胞。他说是别的地方转移到肺部。那怎么知道源头是甲状腺？的越南嫁来台湾哦，那她因为输卵管阻塞，也要来做试管婴儿。她在越南有一次怀孕6个月的时候，因为小孩子肚子很引产，发烧，输卵管阻塞。那她在越南养猫，台湾没有养猫，所以我就帮她检查弓浆虫，没有想到竟然是阳性。我转到医学中心，那医学中心担心说弓浆虫跑到肺部，照了 X 光片，肺部有很多转移的癌细胞，做了大肠镜、胃镜、鼻咽镜都没有找到癌细胞，后来被迫就用胸腔镜去拿那个癌细胞，结果发现是甲状腺癌症末期，已经是第2期哦。55岁以前的甲状腺癌只有分1期、2期，它是第2期。那所以他吓到了，以后他在8月出来我们医院做试管婴儿，取卵14颗，冻了8个胚胎。那他在9月初要把甲状腺癌症开刀掉，然后再来就是其他的肺部。我说肺部的呢，他说要做化学治疗、放射治疗。那化学治疗、放射治疗下去，他的卵巢就衰竭就停经了。那他来做试管婴儿的时候，一直感谢我说蔡医师，还好我来找你做试管婴儿。我说他还不晓得他是癌症末期。那我那时候也吓到一跳，因为我如果说一开始没有警觉性，试管婴儿做下去，这试管宝宝可能会深受弓浆虫的影响，而导致他可能智力发展有问题，或者是眼睛会有一些莫诺莫发炎。所以我这里要呼吁养猫的人，现在很多，包括我们的总统。所以你处理猫砂的时候要手洗干净，戴手套啊。那煮东西的时候不要去试吃啊，因为弓浆虫的蛋要66度以上才擦得死。那最好不要出生的肉，像有人喜欢吃3分熟的牛排。蔬菜沙拉其实也有一些有风险。不过如果说你免疫力好的话，你得到弓浆虫也没关系，就是像感冒一样38度 C， 然后疲倦，那终生就免疫了。最怕的就是你免疫力差，你去碰到猫的弓浆虫，或者是说你本身怀孕，那你以前没有得到的弓浆虫，那你又碰到弓浆虫，那这样的话小孩子就一辈子就很可怜。